7月2日要进行罢免投票，中选会提醒各位选民，登票时阵一定要伫咧规定的格仔内底，等选委会提供的囡仔才有效。美国空袭伊朗的核子设施，今有媒体报道讲，其实对伊朗的核子设施破坏真有限，互川普企甲批评是假消息。美国电商平台 Amazon 的创办人拍算要伫咧意大利威尼斯办婚礼，要邀请200个大人物来参加，不过却是引起抗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24位国民党的立委，也有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伫咧7月2日要进行投票。中选会提醒各位选民，讲在登票的时阵，一定要伫咧规定的格仔内底，等选委会提供的囡仔才有效。袂当使用家己的囡仔，嘛袂当动手印，而且嘛袂当把这选票掠破，甚至是砸出来，若无恐惊式的方法。7月26将举行第一波24位国民党立委以及1位县市首长的罢免投票。不管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投票时都要注意，避免让自己手中的票成了无效票。盖在那个框框的中间嘛，用它的章嘛。对，那你知道怎样会变成无效吗？就是相反，乱盖吧。没盖好。我是盖在线上。我盖2个。中选会公告，伫罢免案投票的时阵，民众一定要使用选委会准备的等选票的工具。透过范例正常有效票的状况，都是等伫的可选栏内面的。不过，其他包括等伫的同意、无同意罢免栏，也是等伫的可选栏计算的边边啊，或者是公单位等200以上。原则上，只要会当互人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拢会当算是有效的票。另外，无效的票，包括做伙等同意和无同意，完全伫的单位外口，也是无法度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的情形。另外，未了解过签名，等家己的囡仔也是指纹，甚至贴破选票，也是严重污染罢免票，拢会互认定是无效票。区公所会固定在选前的一段时间，会请所有的里干事，好到各个定点，譬如说捷运站啦，或者是像我们这边的行天宫门口啊，跟帮大家宣导哈，什么时候投票，然后需要带什么东西。目前为止，我们在借场地，然后在招募工作人员，有一些地方比较不方便参与罢免，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协商。帮助选务的基层民代嘛讲，罢免投票比一般的选举更较紧张，因为爱做的代志较济，作业的时间变较短。中选会提醒讲，投票迄天禁止伫投票所4颗梨仔30公尺内吵吵闹闹，也是干扰，嘛禁止炸手机啊、含摄影器材入去投票所，嘛袂当甲选票炸出去，无就要面对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女子脚球队目前伫咧香港为6月底亚洲杯资格赛备战，原定是规月7月初6，伫要暗时9点的时阵，转来到台湾，休无到5点钟，过当早下7点半，就要搁坐飞机去到韩国参加东亚锦标赛决赛。那工会就跳出来抗议，因为脚球协会是表示讲，因会搁调整航班，加强甲球员沟通。协会是为选手服务，是毋是拄着卡协的例外？女子卡球职业工会官方网站声明，点名中华卡协漠视制度，对选手无友善。因为国家女子卡球队踢完伫1年举行的亚洲杯资格赛，7月初6暗时8点55分到台湾，继日陪韩国参加东亚锦标赛决赛。暗国协会安排初7早起7点半飞机，实际休困无到5点钟。我们比较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很困扰。这样，协会一开始的说法是，机票要订早班机，是因为东亚杯的大会主办只补助这个额度的费用。工会表示，卡协用东亚杯主办单位机票补助，今年买早班机做理由，互球员感觉真怀疑，因为主办方另外补助，球员因家己增加体育场费或者是搁发考的时间。体育署表示，知影工会声明，都马上向卡协甲各份中心了解。协会有说明，当时他们一开始是要安排直飞过去，但是球队这边有希望说再回来，考量上面就变成说有回来，但是在时间上面也确实不妥了。宣布球员表示，是要为1年等台湾搁出发韩国，体育署认为休困时间成过短，无适合。爱各份中心要求卡协赶紧协调补救，将航班调整到7月7日下晡，调整了机票的钱，各份中心全部支援。我们现在尽量都是让球员在下午3点这班走了，现在旅行社在帮我们调票。如果说有分批，大概就是几位行政人员还是做原来的早上下去，应该没有问题的。没问题，这个事情就善后好。
为棒球甲卡球赵树强兼卡协秘书长高国辉伊强调，会尽量将服务球员的代志做好。体育署甘乃用提醒国训，每礼拜甲卡协总教练工会代表用线顶会议交换意见，以选手的需求做好相关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一个查甫人暗时行伫咧人行道，无张伫锁匙机踢到电缆线跋倒，毋但喙齿摔断去，脚含手受伤，还佫造成脑震荡。这害人跋倒的电缆线是由中华电信咧维护的警方的监视器系统，因为要配合人行道的工程，才会甲线救出来。目前中华电信是已经踢掉这个电缆线，卖来协助受伤的民众。爱放大搁放大，竟发现乌线细几啊连搭伫涂骹，道人无注意被夹到。这两边有没有？它是比较醒目的，然后中间完全看不出来有线。周先生安尼一只头前起断去，喙片、骹手受伤，有脑震荡症候群。意外就发生伫自查透早3点外，外桃园警福宫道路无固定，落地人行道引起事故。灯光比较暗呢，就被绊倒，是人整个飞出去啊，也没有用手挡，整个脸就着地。出代志网络线路是桃园市警局的天路地网监视器系统由中华电信维护。这摆害人受伤，中华电信回息的用文字回应，原本线路是大地涂骹，毋过配合人行道的工程，责任是向明线来施作。也讲伫顶个月铺设完成了，拢固定。来到事故现场，缆线已被暂时撤除，但线路连接的是警局等单位的监视设备，作为路口监控使用。如今部分监视器无法运作，就怕会有治安隐忧。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那市府也完全在横向串联上没有做一个整合，所以导致说完全没有做改善。警察局的这个部分完全没有要负责处理。原来这种状况不是第一摆发生，有议员质疑市府相关局处无善尽督导责任，做好防护警示措施。只不过发生事故，也协助伤者求偿。警局刚才表示，后续会照合约救济。除了可以跟有过失的承包商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之外，如果也属于公共设施的管理或是设置有欠缺的情况，向这个管理机关主张国家赔偿责任。有律师分析，那当事人提过，那中华电信可能牵涉刑民事责任，也提起国会求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电商平台 Amazon 的创办人，这礼拜是打算要伫咧意大利威尼斯搁再办婚礼，打算要开9亿台票，要连续办3天，邀请真侪政商界大人物，大约200人来参加，上无是要出动95架私人飞行机。不过当地早就不满这观光客伤济，即马是愈无法度接受一大群好野人去遐办 party， 甚至是上街头来抗议，讲你若是有才调，甲规个威尼斯租落来办婚礼，你就应该爱纳愈侪税金。落尾这场婚礼是只好选择别个所在来办。若准你有才调，甲规个威尼斯租落来办婚礼，安尼你应该有能力纳搁较侪税。陆续和平人士做开铁开这张大票据，抗议好野人，亲像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虽然有真侪财产，却常常透过各种方式减税金，也是纳真少。即马煞搁会当真拍手，甲威尼斯用来举办私人的奢华婚礼。The problem is not the wedding. The problem is the system. We think that one big billionaire can't rent a city for his pleasure. We think that the people would have the same power, the same direct. So we think that all of us have the same space. 这场婚礼按上开9亿个台票，要邀请大约200位人客，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川普的查囝、伊凡卡甲囝婿库希纳，阁有真侪来自电影界、时尚界甲商界的名人。法新社报道，贝佐斯甲未婚妻宋基斯开数百万美金，对2到28伫威尼斯举办婚宴。至到至少有95架的私人飞行机申请伫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降落，在地居民直直受到威尼斯贵岛旅游带来的困扰。这个又过来。真侪名人甲因的亲人，阁有一大阵的保镖，真正会袂堪的。不过也有人认为，好野人来到这会当带来商机。饭店组船体验贡多拉等产业，会当有大约4800万欧元的经济效益。威尼斯的市长对贝佐斯因的来访是真欢迎。E quei venti che mettono a coro è chiaro che speculano sulla sua immagine, però Venezia ancora una volta si rivela essere un palcoscenico mondiale.
抗议团体发起无空间予被做书的活动，呛讲要封锁运河，甚至要用官方的国旗封盖人客入场。最后，被做书决定甲婚宴的地点改去四边拢是水，出入会当控制也深入电影空间，必须被做书改变婚礼场地，互抗议人士看作是因的大胜利。更加批评这寡好业人过奢华的生活，煞无看到威尼斯因为气候变迁受到海水侵蚀，也有做大水等到艰苦的效果。不过路透社报道讲，被做书会为这场婚礼捐真济善款，包含购买3,000万台票，要互研究威尼斯内海生态系统的研究机构。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即卖有一个新词，叫做快时尚，就是因为现代人拢赶时行，冰清换黄，这衫裤拢买真俗，毋过品质真歹，穿无偌久就要淘汰，直直咧买新衫。也因为这大量生产的衫裤，其实有真侪拢卖袂出去，落尾是去互人车去蹲伫咧地里的沙漠。毋过这个衫裤蹲伫遐是有可能会去污染到土壤、污染地下水，当年该烧掉超过6栋的衫裤，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因为有化学的染料，恐惊是去伤害到当地居民的神经系统。 Many bales of jeans have arrived. Now they're all dirty. We can't reuse them. This is a Lee brand jean. This is Gap. It's a brand we really like here. 每年有超过6万吨欧洲、亚洲甲美国的二手甲无卖出去的衫，经由南美洲上大的免税港以及靠港老旧智利北部的以及靠自由贸易区，将仓库踢甲满，这衫会被送到全国各地市场，用2欧元甚至更较低价销卖出去。卖出去就被运到阿塔卡马沙漠，这代表上大数的所在，即嘛正做快时尚的毛仔布。外太空翕的卫星影像，拢能清楚看到这个真歹看的粪扫堆，更较还是因即嘛，佮用原地烧的处理方式，互有毒气体对风飘散，互四周的居民是真艰苦。When there's a bit of smoke coming in, I close the window. It's filled with a smell and it gets to my eyes. It hurts me a lot and I've got eye problems. The smoke is ruining my eyesight. 这衫伫快速制造取代淘汰片条之外，产生出所谓的快时尚灾难本数，用后面做地，敢若无到5派纺织品被回收，其他就是被当作废弃物出口。欧洲环境总署资料指出，2021年后面全境有700万吨的纺织废弃物，算起来每一个人有19公斤这么多。纺织业就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10%。为落实永续的目标，后面为2019年提出的绿色新政，也要伫2030年全面实施所谓产品护照制度，要求所有伫欧洲卖产品爱护为原料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资讯。也阁有法国也针对快时尚推出禁止广告推广的法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瑞士顶个月发生冰川扬起，甲庄仔头拢带起来代志，即阵就有专家去到当地调查，发现这冰川是扬了真紧，下底出现真侪破坑，原因正就是气候暖化，也讲这冰川恐惊是愈渐消失。瑞士的冰河扬的速度是真惊人，专家最近来到罗纳冰川做考察，发现讲今年因为雪量减少，加上热映的季节就要来啊，冰河的高度伫无够1年就大幅消退。 When we drilled this stake in the last September, the ice surface was somewhere up here where my hand is, and now this is already melted. So part of the melting comes from last fall, and now the melting has set in quite early in the season. 专家讲，差不多30年前，迄当阵冰川的状况较健康的时阵，当年差不多是有4公尺高的冰量流失，但是即马即种流失的速度是一日啊紧真济。亲像2022年出现极端现象，冰站伫1年之内是随直降要10公尺。即马研究人员阁发现讲，这冰站下骹是出现有真济敢若是瑞士的气势表面迄种空，研判是因为水流真紧，还是空气流过冰站内部的风造成的。If there are some channels in the ice through which air is circulating, this can excavate big holes under the ice. So therefore there is also a new melting process from the base of the glacier. And we are seeing that this is accelerat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gain because we have additional heat inputs from the sides.
专家烦恼冰川下骹的空会因为暖化加速变大，和冰河消失的速度是变甲搁较紧。建议会当救冰河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人拢会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这个任务已经是袂当搁等爱谁做的。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美国总统川普进前下令空袭伊朗的核子设施，佮讲这是因的胜利。不过，即马就有媒体报道讲，即间美军的行动其实对伊朗的核子设施破坏真有限，这互川普气甲批评是假消息。另外，美国是有民主党这个议员质疑川普下令空袭，这是去违反着战争权力法，要求调查。美国前一天暗时秘密空袭伊朗的核设施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佮表示成功毁掉伊朗的关键浓缩铀设施。严格美国媒体CNN却引用7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讲美军的轰炸行动并无完全毁掉伊朗核设施的关键部分，离心机加高浓缩铀。纽约时报甚至是报道，美军的行动有可能只是延迟伊朗发展核计划无够6个月时间。对此，川普气不不的社群平台真是社群发文批评这是假新闻，讲是 CNN 甲纽约时报联手，想要诋毁历史上上成功的军事行动。对媒体质疑空袭伊朗是不是想要逼伊朗政府落台时阵，川普否认。They hit the target perfectly, wiped it out. And the press is very disrespectful. Do you want to see regime change in Iran? No. If there was, there was. But no, I don't want it. I'd like to see everything calm dow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Regime change takes chaos. 消息人士讲，这份报告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伫美国空袭了后的战斗损失评估。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无互毁掉，而且伫美国空袭进前已经为核设施搬走。针对川普下令轰炸行动，美国副总统范斯支持川普的决定，认为这避免国际增加另外一场真长时间的战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沙尔认为，这降低伊朗研发核武的能力。也不过，美国民主党籍议员认为，空袭行动无经过国会授权同意是违反战争权力法。Congress has not formally declared war on another country since World War II. However, shortly after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 Congress did approve the authorization of military force, allowing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ability to launch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另外，伫民意方面，路透伊普所上升的民调显示，川普支持率伫最近真济民调内底大大降低到41%。若是 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作为上新民调显示，有56%美国民众不满空袭伊朗行动，大部分的人拢怀疑川普对伊朗动武的决策。有大约60%的人烦恼，这会增加伊朗对美国的威胁。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指出，目前唯一伫咧加沙地区发放粮食的组织是美国甲以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不过，伫咧发放粮食的时阵，拢会有难民去互开枪杀死，所以就质疑这个组织发放粮食的目的，甚至讲因已经去犯着战争罪。警报声不时就会亮，居民都要随找所在避难，阁有飞弹会向对空中飞过去。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对2023年的10月初7开始，甲打拢还未消停。加沙的灾民逐天拢有性命危险，但嘛是爱出门去找水和食米，无就会枵死。以色列进前有长2个月完全切断对加沙的粮食的供应，虽然讲5月底同意讲恢复粮食的援助，但却持续攻击去领粮食的加沙的民众。加沙的民防局讲，以色列军方第2次对加沙的攻击，造成46个担要领救援物资的民众无命。联合国嘛第2次谴责以色列，一方面严格限制向受到战争摧残的加沙的灾民提供援助，另外一方面，阁对加沙来发动攻击。因认为讲这种做法等于是阻止灾民去摕到食米，就是把因要挟当作是战争的手段。这种行为已经犯战争罪。The Israeli military must stop shooting at people trying to get food. Israel must also allow the entry of food and othe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needed to sustain the lives of Palestinians in Gaza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事实上，这几礼拜已经有400多个巴勒斯坦人特别去领食米的路人，和以色列的军方枪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讲，目前在加沙分发食米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是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私人机构，而且对因开始运作以来，每一个分发地点的斯库利亚都会乱七八糟，思想一直传出来。联合国烦恼讲，这个粮食的发放组织只是咧制造死亡的陷阱，为着是要满足以色列的军事目标，所以因鼓
绝下面合作。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加沙南部的病院的量能已经规个超载，无法度负担继续运作。60% من الإصابات اللي تم نقلها إلى مستشفى الصليب خطيرة، كلها يعني حتموت. وأنا بناشد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ما يتوجهوش لمساعدات، هذه نكبة. 联合国已经在5月讲，防困在加沙200多万人口，100%拢面对的要挟危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嘛指出讲，本地在加沙差不多有400个援助分发地点，但在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主导之下，目前敢若剩4个。不过在境外，有一大堆物资是无法度运入去加沙。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来看泰国和柬埔寨嘛是无改并进，进前泰国的总理贝东丹为着边境的冲突，甲柬埔寨前总理洪森来通电话，这是引起民众抗议以侮辱国家。因为这件代志提出执政联盟的泰祖合党，即马嘛拍算要对贝东丹来提出不信任投票。因为泰国这边对这礼拜开始嘛要索按柬埔寨边境管制，禁止游客通行。天嘛无啊光的泰国沙脚府的边界，囡仔排一卡真大赤膊，跨境到柬埔寨上课。真侪年以来，两国的教育合作真密，刷伫即几工啊，真古怪拢点记记。原来泰国政府23宣布实施新一波的边境管制，除了学生甲医疗人员会当通过，其他的车甲人员是袂当通过，也互两国增加也的经济来往，雄雄着动点。หาเช้ากินข้าวแต่ละวันเพิ่งจะได้100-200แต่เขาไม่คิดว่าประชาชนตัวเองมันลำบากแค่ไหน 根據世界銀行嘅統計，2022年泰國是柬埔寨第3大貿易伙伴，對泰國出口到柬埔寨商品甲原料總值有38億嘅美金。即馬泰國關掉邊界，柬埔寨是下令禁止泰國原料甲天然氣進口，兩邊攏展出處罰嘅措施，也若互雙方嘅關係一聲都惡化嘅着火線是5月底，兩國邊境爆發嘅底戰武裝衝突，造成一位柬埔寨軍人死亡。ข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นะคะจะเพิ่ม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ข้มงวดใน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เข้าออกจุดผ่านแดนนะคะทั้งการจำกัดเวลาเปิดปิดด่านชายแดนทั้ง7จังหวัดนะคะ贝东丹强调，这个行为是为着阻挡跨境的犯罪，尤其是柬埔寨犯罪集团的网络诈骗活动。不过，伫即阵加严管控时间点真敏感，因为之前贝东丹动用伊是地克新走警的私人关系，打电话予柬埔寨前总理洪森，希望化解两国紧张的局势。想未到谈话内容互流血，引起众人关注。泰国政府想要挽救，甚至考虑切断边境的网络服务。柬埔寨也提出保护手段，下令禁止播送泰国影视作品。因若除了外交压力一声冲起嚟，联合政府的泰祖合党伫提出执政联盟了后，而是佮大家表态，要联合在野的阵营对贝东丹发动无信任投票。就连拄满10个月，贝东丹即马面对内政甲外交双头小的困境。高市新闻温凤仪编译。对着台语者，咱继续来了解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语作品。今日要介绍的歌手是陈以恒，发行头一张台语专辑《罐头塔》，就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甲最佳台语专辑奖。伊讲要互回忆，就亲像保存伫咧罐头内底，伊用音乐来记录亲人过身、朋友变青疏，也是信念改变种种的感慨。故事过暗流2-3冬以后，我的饮水人，我要要饮水人伫台语内底号做领港的，是伫咧港口引带船只平安入港出海的人。音乐创作者陈以恒用饮水人来比喻家己生命中重要的人。这首歌收录伫咧伊的台语专辑《罐头塔》内底，伊是去做主题。陈以恒讲，每一首歌拢若像丧事了后留落来罐头塔，保留真人生无同阶段的重要记忆。可能是你伊离开，还是讲恁无遐好啊，还是讲你正你就相信的价值就改变啦。啊，但是讲来讲去，其实应该拢在写爱这个物件，所以讲。罐头塔应该是你对伊的爱。
罐头塔是陈以恒的头一张台语专辑。伊讲虽然厝内时代拢是讲台语，不过对伊总是用华语。有一天要和阿嬷学煮食，却无法度顺利用台语互动，所以开始甲台语豆豆讲转来，嘛开始思考台语和台湾政治社会的处境。这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大家去关心家己生活的土地，也是你身边的人，也是议题，拢是最重要的。陈以恒表示，家己的台语音乐可能侪惯势听台语歌的人会感觉奇怪，袂关系。不过伊期待有一天，各种风格台语创作拢通互人看作是素常的代志，就是一项期待的未来。记者卢尚如、谢桂玲大家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